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是6月15，路加福音6章45节安尼讲：好人对心内所积聚的好发出好，歹人对所积聚的歹发出歹。因为人心内所充满的，嘴就讲什么。三甲来祈祷，监察阮内心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全能、全知、全能掌权的上帝。万物伫你的面前，拢是无通稳密甲稳重，因为你知阮的心思意念，阮所想的一切，拢无法度稳密，无互你知，因为你是监察阮，知影阮。佮欢喜阮你诚实的主。主啊，你互阮明白，阮的内心是怎样，就阮的外在也会安尼来显明。当阮心内是较无良善甲真实的疼的时，就阮的所行也会用良善甲疼来实现。阮的心若所想的是歹，所行就会互你无欢喜。所以，阮恳求你，互阮的心充满你的疼，欢喜每一天。甲你来亲近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每一天心内所想的是良善甲疼，互咱伫所行顶头会通得主的欢喜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